来自纽约唱粤剧老生的陈琴香。今天我首先要热烈祝贺第5届美国传承杯国际艺术节暨国际大赛在洛杉矶已经拉开帷幕，即将登场。在此，我要衷心预祝这次国际艺术节能取得圆满成功。我非常荣幸应邀参加这次国际艺术节的开幕式演出，因为这次演出的表演形式是我非常喜欢也想望的表演形式，原汁原味的粤剧折子戏专场，而且有30几位的乐队老师为我们倾情伴奏。这些老师以前在大陆也是在一线的乐队名家，还有一些粤剧名家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要特别感谢艺术节组委会总策划李莹先生，还有总导演陆淑菲小姐，是因为有他们为我们创造了这样一个好的条件，搭了这样一个好的平台，使我们这些粤剧姐妹呢能够相聚在海外的粤剧舞台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感谢他们俩执着的传承者，忠诚的传承者。在这里呢，我也要呼吁一些粤剧爱好者，还有广大观众朋友们，到时候你一定要来剧场近距离欣赏和感受我们粤剧的魅力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大好的时光，难得的机会，所以要为我们加油哦！再次预祝国际艺术大赛取得圆满成功，谢谢大家。